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咱时间已经到，咱来唱会前的诗圣诗第363首。我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念，我的祈祷，让你引我，我要入你的圣殿，少念你行大的仁慈，我心虔虔，心虔虔，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今仔日二中考试吼，咱无福音真声，请奏乐。
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做来吟圣诗54首，同心学乐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同心学乐天父，主人荣华上帝，也通人民无穷无尽，照到天顶地，当老耶稣尊名，上帝。都是会行，功劳极大，小人做官，给咱放下性命，学乐上帝圣心，万民感化万民，对天降临点人的心，互咱加固我心，学乐三位一体，白行诚心上帝，至尊至大主耶和华，学乐到万万世。阿门。咱愿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28，启用文28，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印。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展开清早的室，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遮砍我，就黑暗也袂会遮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一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无。
咱做仰头来祈祷。阮的天的爸，阮感谢你，你是天地的主，万项的好事、好物的源头。阮感谢你，为你的疼痛所想事，逐项的恩惠。阮感谢你，为你所想事，阮这世间的恩事。阮感谢你，为你的保守照顾，使阮平安喜乐。阮感谢你。我嘛为着阮欠水的台湾，你一这2天赐落雨水，润泽土地。阮感谢你。伫这混乱的世界，世界拢有饥荒、有战争的时代，你赏赐阮台湾这块宝岛，互阮通正常生活、平安富足。阮感谢你。主啊，除了感谢你，我嘛要伫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的罪。你知阮的身躯是土粉所做，阮的内心充满罪恶甲不义。亲像保罗所讲，我所得行的，毋是我所意爱，反倒我所愿的，我去行伊。这是因为罪恶伫阮的心内，直到我所意爱的好，我无法度去行；我所毋爱的歹，反倒去行。所以虽然照着内心，阮是欢喜上帝的律法，总是因为阮的软正，阮的软弱，互罪较赢，所行出来的常常是无合伫你的旨意的。主啊，求你怜悯阮，赦免阮，嘛教示阮会晓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用心智顺服上帝的法，较赢罪的管辖，活出得胜的生活。感谢主，在这礼拜日的早起，互阮众兄弟，阁有即回福分，阁一届来到主你的殿院，朝见你，敬拜你，学乐你，恳求伫阮中间的圣神感动阮，教示阮，互阮照着敬拜，阮的内心要充满喜乐、平安无缺。我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献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我要耶和华唱歌。我
恭受上帝话，咱来看两位圣经。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4节，搁一位是伫第5章第6节到11节。咱先来看第4章12节，伫270面，汉字本伫270面，270页。第4章12节，所听兄弟啊，伫恁中间所有亲像火的试炼，毋通奇怪伊，若亲像拄着非常的事，独独着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荣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恁为着基督的名，互人骂有福气。因为荣光的神就是上帝的神，安息伫恁。第2位伫第5章第6节，第5章第6节，所以着家己谦卑，伫上帝大气力的手下，互伊到时高升恁。恁能凡所挂虑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伫恁，着节制。着警醒，恁的对敌就是魔鬼，亲像鸟会使四界行，伫找所通吞食的。恁对神坚固，着抵挡伊。在恁众兄弟伫世间也经过这样的苦难，搁万项恩典的上帝，就是捌伫基督了恁，得到伊永远的荣光的。伫恁暂时受苦的了后，家己要互恁招成坚固、勇健，关灵归伫伊到代代。阿门。圣哉，圣哉，圣哉，我心恳请来尊崇，我心钦在对你应供，祈请我的主。圣哉，圣哉，圣哉，我心恳请来尊重，我心钦在对你应供，祈请我的主。讲到林教训牧师今日的题目是伫基督。余下世大家平安。伫咧开始之前，请咱同心来祈祷。上主感恩献上互你，因为阮知，当阮今仔日会当坐伫咧圣殿，是主你互阮的福分。主，阮将今仔日早起的礼拜，搁再一届献互你，恳求你即时你的话语，搁再一届来提醒阮，搁再一届来安慰阮，也搁再一届来教导阮。望阮透过主你的话语，会当哪来哪亲像你，安尼祈祷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最近我咧陪伴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伫咧1个月前拄着真艰苦的代志。伊个家庭的妈妈有一天接到消息讲，伊的妹妹对外国倒来到伫台湾来爬山，一定因为疫情有3冬无法度倒来台湾啊。倒来台湾去爬山的过程中，伫迄个过程中去互落石打中，就安尼失去伊的性命。迄个妈妈接到消息了后，就赶去埔里的病院，开始处理
开始面对妹妹的过往，拢办了后，刷了后，过一礼拜，就伫咧伊办完因妹妹的告别式，过长工，登去到伫高雄的厝内。伊所看见的是，伊的翁婿倒伫咧眠床顶，无喘气啊。2礼拜，应该讲是1礼拜，拄着2个亲人拢安尼过往啊。迄天我陪伊的查某囝，登去到伫咧高雄的时阵，拍开铁门，迄妈妈用吼的对心内嗷叫，伊问我讲：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安尼对我？伫迄个时阵，我抱着迄个妈妈，我甲伊讲，我嘛毋知，我嘛毋知。然后迄个妈妈就怪家己讲，若是我有伫厝呢，我就会当知影伊是安怎。伊开始责备家己，我甲伊揽调，我讲无人应该受到责备。我毋知影上主的意思是啥物，毋过我知上主无有责备，上主无有责备。伫陪伴因的过程中，即2-3礼拜，一定1个月过去啊！吼，即2-3礼拜，我伫咧问，啥物是苦难的？面对苦难，其实通常人的反应较侪拢是负面的。原因在伫咱过去对苦难的经验，伊有创伤，有迄个创伤的记忆，所以咱其实无介意苦难。特别是迄个苦难，咱时常无法度理解伊存在的一个理由是啥物，甚至咱对未来的生命可能会产生侪无安全感的感受。就算是基督徒，咱有信仰。咱嘛时常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咱来问上主：上帝，为什么这件代志会发生？上帝，安尼敢有公平？上帝，为什么你无开喙？上帝，你伫倒落咧？这个问题其实拢是咧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代志会发生？这是咱人类生命面对苦难的时阵，咱的有限，咱无法度去理解，无法度去理解上主的意思。就算咱现在是生活可能真幸福，毋过咱可能无法度去袂记即过去，伫生命面对苦难的迄个过程中，咱所流的目屎，咱所受的迄个创伤的记忆。可能对人来讲，永远无法度理解，甚至人无愿意去面对伊。有人讲，咱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受苦的信仰。基督教是一个真强调受苦的一个信仰。咱伫4月份，咱咧庆祝国活节的时阵，我时常拢甲我的学生讲，当你咧庆祝国活的时阵，你敢有看见受难的？你敢有看见基督为着咱的生命，为着咱的罪在受难？基督教是一个真强调受难的信仰，无有受苦，无有死亡，就无有国活。圣经记载，耶稣互人鞭拍、受钉伫个十字架顶。第1世纪的门徒嘛捌为着福音的缘故，世界闪避遐的压迫，罗马政府的压迫。这个门徒有人受鞭拍，有人互人掠去家呢坐家，因经验过基督的苦难，因经验过为着信仰、为着福音所受的迄个苦难，所以当因伫咧信仰过程中经历上帝温饱的迄个教义的恩典，因将因所经历过的这个写落来，透过文字写落来，互每一位看见今仔日圣经的咱，会当知影
因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伊嘛咧影响着咱到现主时。今仔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是彼得伫个主后64年，伫罗马所写一张批信。伫迄当时是罗马尼禄伊咧做皇帝时阵，保罗伊咧写这张批信的时阵，其实迄当时的信徒是真受苦的。保罗写这张批信是爱因明白，基督耶稣伊的恩典，伫咱的生命是有何等的丰富。因为基督的恩典伫苦难中，互咱会当用无相款的态度，用无相款的一个心态，甚至彼得讲，要用欢喜的心去面对、去接纳、去面对咱生命迄个苦楚、迄个试炼。今仔日的经文，彼得嘛，搁再一摆提醒咱，伊毋是干那提醒着伊所写批看的遮的人尔定。伊嘛提醒着咱现主时每一位信徒，咱的生命拄着困境、拄着苦楚的时阵，咱伫基督耶稣的内面，咱要安怎面对生命困境、搁有苦难？第一，伫基督内面，伫基督内面，基督徒必然会拄着困苦；伫基督内面，基督徒必然会受苦楚。彼得前书虽然只有短短5章尔定，毋过伊用17个受苦，或者是讲苦难，或者是苦楚，遮个字词吼，咧提起着遮个温度，表示彼得伊咧写即张批的时阵，看批的人伊所面对的信仰环境是偌尼啊艰难。彼得用伫个百般的试炼中，就好亲像金去互火烧，去互火试炼共款。伊阁用恁的对敌是魔鬼，亲像伫口会使四界行，伫找所通吞食的。伊用遮个字、遮个词来形容遐个信徒因所面对的信仰处境是遮尔啊艰苦的。彼得前书的作者彼得，伊强调基督徒为着福音所受的压迫，就是安尼。信仰拄着苦难，并毋是一件奇怪的代志，反倒是上主所拥允的代志。因为这是咧帮助咱，搁再一摆透过基督的眼光来看见咱生命的处境，这是咧帮助咱会当透过受苦。伫咱的生命内面，搁再一摆拿来拿亲近耶稣。彼得伫第4章12节讲，好亲像火的试炼。当咱的生命拄着苦难的时候，亲像火的试炼。伫第1章第6节到第7节嘛安尼讲，伊讲亲像黄金经过火的锻炼，拿炼顺度拿悬。信徒的信心是比金仔搁较贵重的，要互恁的性的经验比即个捌互火锻炼也永远未败坏的金搁较宝贝。兄弟，咱的生命必须爱去经过火的锻炼，会哪锻炼哪顺哪宝贵。毋知影咱敢有看过电视顶面吼，人咧做玻璃、吹玻璃，或者是讲人咧拍金仔、拍棍，拢一定爱用啥？一定爱用火，爱用火甲迄玻璃扬起，爱用火去甲迄个金仔烧。迄个火其实足烧的哦，那个热度是毋是咱迄种赖达拍落去就会使烧啊吼？迄温度是足悬的。有一摆，我甲我的学生去环岛吼，看台湾的异地时阵，阮去到高雄的大树，有一个所在，伊是咧烧砖仔的。去遐参观，去遐看一个很大的窑，甲砖仔做好了后，放入去内面去烧，迄温度足悬的。若是咧烧的时阵，无任何人会当
徛伫咧边挡会牢的。咱基督徒的性命，保罗提醒讲，咱必须爱互火烧过，必须爱锻炼，就好亲像玻璃、金甲银，咱透过火的烧，然后扬起，最后搁去互迄个工人塑造，真算是一个艺术品。上主创造咱的性命嘛是安尼。有一个故事讲，一个拍银的师傅，有一个牧师对迄个拍银的师傅讲：“你哪知影火内面迄个银一定清气啊？吼，因为银内面有杂质，爱透过火去甲伊烧。”伊讲：“你哪知影咧？”这师傅讲：“我会当伫咧烧银仔迄个过程中，若是看见迄个银顶面有我家己的面，我就知影即个银一定清气啊。”这牧师听了后，伊讲：原来上主嘛是安尼咧锻炼咱的。当咱的性命经过火烧、经过火的试炼了后，咱的性命会显露出基督的香味、基督的样貌。这就是互火烧的意思。彼得甲咱讲，咱必然会受苦，毋过无有人会介意，亲像火的试炼，更加嘛无有人会认为讲接受迄个火的试炼是理所当然的。咱时常拢会伫咧基督内面讲：主啊，莫！主啊，帮助我会当经过即个苦难。主啊，上好莫互我拄着遮个代志。毋过彼得甲咱讲，你必然。这是一定会发生伫你的性命。若是你讲你是一个基督徒，面对火的试炼是真痛苦的。毋过免骄疑，免惊吓。为什么咱会得到这个试炼？反正用欢喜的心，因为咱毋是家己咧受苦，咱是有基督甲咱做伙受苦。咱毋是家己面对苦难，咱是甲基督面对苦难。虽然真侪时阵，咱拢家己感觉咱是家己咧面对尔尔。毋过彼得讲，毋是。当你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当你互火烧的时阵，其实基督甲你三个伫地。信徒爱知，现主是咱所承受的苦难，伫基督内面。咱是有基督甲咱三个做伙。基督互咱的苦难，是为着要互咱证明咱是属伫个基督的。因为信徒所受的苦难，毋是是源自家己的罪，是因为有主甲咱三个伫地。过来，伫基督内面，基督徒的苦难是有欢喜的，是有福分的，有福气的。第13节、第4章13节安尼讲，独着因为有分伫基督的艰难来欢喜，互恁也伫伊荣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伊过往的时阵是39岁，伊是一个出生伫第二次大战的时阵的一个德国的青年。伊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进前，伊决意放弃伊会当留伫美国的一个机会，选择回去到伫德国。伊讲：即使我无分担我同胞的苦难，我就无有权利参与伫战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终结。伊讲，若是我无参与迄个苦难，我就无有权利参与迄个生命的终结。这个分担，这个参与，若是伫咧咱基督教的信仰内面，就是互咱看见咱甲其他的信仰的无相像。这个分担，这个参与，就是咱甲其他信仰无相像的所在。庞霍华伊而且讲，咱基督徒应该是会通参与上帝的痛苦，分担上帝的痛苦。
伊意思就是讲，基督徒会当照着分担苦难，照着迄个苦难去分担、去参与，然后去认捌迄个受苦的上主。咱毋通去互苦难摕走咱生命迄个喜乐啊！虽然苦难伫头前，喜乐伫后边，毋过咱毋通去互苦难摕走咱的喜乐，因为当耶稣的荣光搁显现的时阵，咱是甲伊做伙得到荣光，做伙欢喜快乐。当咱的目睭重新调整，当来到伫耶稣的身上的时阵，咱就无搁再将咱的目睭放伫咱的生命的苦难顶面。就好亲像真正我爱讲，其实我有学过钢琴，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当我加入教会时阵，我真欣赏会当穿水水坐伫钢琴头前安尼弹钢琴。所以我去读神学院的时阵，我有差不多1、2冬有去学钢琴。毋过你敢知影？人大汉了后，手就一定开始定啊吼！迄学钢琴足艰苦的，老师嘛足奇怪，为虾米不爱教我教歌就好啊？伊就爱教我音阶，哆来咪发嗦发咪瑞哆，哆来咪发嗦发咪瑞哆，就一直安尼练，一直安尼练，一直安尼练，一直安尼练。练到最后，我其实真骄伊。练了后，我敢会晓弹圣诗。就好亲像一个学钢琴的人，每一工练习音阶是真艰苦的。伊期待伊有一工会当弹出一首歌。毋过咱知，若是无练习，无有即个练的过程，真艰苦的过程。你无可能弹出一首圣诗。过来，最近毋知影大家敢有追羽球？咱的羽球天后吼，最近有赢嘛，对无？毋过当咱咧看赢第1名的时阵，你敢知影？伊伫个私底下是开偌济时间咧练习的。阮哥哥的囡仔吼，迄个大汉的查某囡仔，伫个国校就是校队。真够拍羽球，有一届我看见伊拍羽球的时阵，我感觉真感动。伊甲我讲，伊开真侪时间咧练习，每一粒球用力的打下去，每一颗球用力的打下去，拢是一个练习。也即面对苦难，咱就好亲像是咧练习共款。直到有一天，咱会当做伙甲耶稣基督。当受荣耀，当受喜乐。假做基督徒的咱，会当理解这个道理。毋过，当咱咧面对这个苦难的时阵，咱敢通搁再一届来挖靠耶和华上帝咧？咱会当来挖靠耶和华上帝，因为咱所承受的苦难，迄个背后有荣耀，有喜乐。咱来相信。这是一个应允，咱来相信，咱的上主是信实的，必然会固守、保守咱安全度过这个难关。咱就用这个心志、甲这个确信，带着喜乐的心来跑走头前的路程。过来，伫基督内面，其实咱基督徒面对苦难，咱有啥物款？的信用表现的，伫今仔日的经节第5章第6节到第9节，彼得前书伊写批的迄个时间是信徒拄着真济苦难迫害的时代，有人因为安尼来失去伊的性命，有人因为安尼来坐监，这个是反映出迄当时的信仰是有偌尔艰难。毋过，照着彼得伫第6节到第8节所讲的，帮助咱去理解，帮助咱去面对迄个苦难，会当做啥物代志？彼得讲，对上帝着家己谦卑啊！对上帝，咱着爱家己谦卑；对上帝，咱着爱将一切的跨路交互伊。
对魔鬼，咱着爱节制，爱警醒，爱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伊。伊讲，对上帝，咱着要谦卑咱家己，因为伫咧上帝大气力的下面，互伊到时关心咱，他会升高我们，将一切挂路交互伊，因为上帝关心伫咱。对魔鬼，咱着爱节制，着爱警醒，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伊，互上主的恩典来坚固咱，伫伊的信心内面来成全咱。这嘛是咱基督徒的生命面对苦难的时阵，咱所应该爱做一个信仰的表现。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伊讲有一个卖菜老阿公，每一工透早伫庄骹打菜，去城里去卖。有一工透早，当伊伫半路时阵，拄着伊的厝边有一台牛仔车，嘛是共款要入去城里。伊个卖菜老阿公就问讲：歹势吼，我敢通坐你的牛车入去城里？迄厝边讲好啊，来起来坐。迄牛车开始行无几分钟，就开始摇来摇去。牛车迄个厝边感觉真奇怪，平常时都无安尼摇来摇去，为虾米？迄天安尼牛车行了真无顺。当伊感觉真奇怪的时候，回头一看，哎哟，奇怪！头拄坐牛车即个阿公卖菜，即阿公伊肩胛头悠远，搭迄个菜担，徛伫个牛仔车的顶面，而且规身躯汗。迄个厝边就问迄个卖菜阿公：啊，你为虾米悠远搭迄个担坐伫个车顶面？咱袂甲你的迄个担囥歪咧？迄卖菜阿公吼讲：歹势啦，我都互你吼，我都。感觉真歹势，你著互我会当坐你的车，我歹势佫甲即个担放伫你的车顶吼，增加你的负担啦，歹势啦。兄姐，真侪时阵，咱咧面对咱的信仰的时阵，咱是毋是好亲像即个卖菜老阿公？咱的性命排真侪重担，真侪苦楚，真侪受伤，真侪毋甘，无愿意。然后咱行往教会，坐伫圣殿唱诗歌、祈祷，兄姐，咱犹原排遮的重担来到伫上主的面前，咱通将咱的重担摕落来，交互上帝。彼得甲咱讲，咱会当将咱的重担交互上帝。真侪时阵，咱就好亲像即个阿伯共款，将重担放伫肩胛头，却毋知影上主爱咱放落来，交伫伊的手里。咱所拄着一切的苦难，拢伫上帝大气力的手下。咱毋免看路，毋免担忧，咱只要谦卑咱家己，降服伫伊大气力的手下。咱就知上主要引带咱，上主要顾守咱，这一路到伫落尾。过来，伫基督的内面，经过苦难了后，上主要家己重建。伫咧今仔经节第5章第10节甲11节，彼得提起着讲，咱所信的上帝是万行恩典的上帝，伊呼召咱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得到伊永远的荣光，伊呼召咱，伊永远试炼临到伫咱，伊永远苦难临到伫咱，伊嘛家己要互咱矫正、坚固、勇健。兄姐，毋知影咱伫咧读即段经节时，你所读到的是啥物？是苦难吗？或者是坚固、矫正、勇健咧？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安尼讲：，各万行恩典的上帝就是捌伫基督调恁，得到伊永远的荣光的。伫恁暂时受苦了后，家己要互恁矫正、坚固、勇健。若是咱会当看即句经节吼，真趣味。
即句经在真趣味，内面有几个字是三对应的。第一个就是恁要受苦，毋过恁嘛要得着，一个是受，一个是得。今仔日咱所受的苦，是为着咱将来要得着。过来是暂时甲永远，即两个是三对应的。伊讲的是，咱现主时是暂时的，暂时拄着苦难，毋过咱将来要得到永远的阳光，用永远的喜乐。过来三对应的是苦难甲阳光。今日咱所看见的苦难，将来是要得到荣耀的。这个三对应其实是互咱看见上主的恩典教教咱用。这段经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愿望甲应允。基督徒受苦，甚至受死受害，毋是一件奇怪的代志，毋是一件非常的代志，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代志。因为基督家己嘛受苦，基督为着咱人的罪，徛伫哩十字架顶受定、受死，然后复活。咱基督徒的生命上是嘛是安尼，咱必然会经过火的试炼、受难、受苦，直到有一天咱死亡，然后甲耶稣同徛去。基督徒要安怎面对苦难呢？魔鬼是用苦难来伤害人，不过上主却是用苦难来成全、坚固、矫正咱。面对外邦人来讲，苦难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尽头；不过对基督徒来讲，苦难是一个开始。经历苦难是有上帝的旨意，伊家己参与伫咱所有一切造就的过程。因为上帝呼召咱的目的，毋是为着互咱受苦，是为着要互咱受荣耀。苦难毋是上帝的目的，苦难是上帝互咱回应伊的一个过程。人经过这个苦难，咱才会当来回应上帝的疼。彼得前书的内容是一个充满愿望甲喜乐的内容，毋但互人看见，毋但互咱看见基督徒特别的身份，嘛互咱看见咱甲上帝的关系，而且咱会当用信心、用愿望来回应基督的苦难。虽然人伫即世间有真侪苦难，总是上帝互咱基督徒有永远的依靠甲愿望。上帝伊要互咱伫伊的内面，伫基督内面有矫正、坚固甲勇敢。16世纪的改革宗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伊嘛捌做过安尼的见证。伊讲，苦难是咱基督徒的神学家。直到我家己拄着苦难的时阵，我才明白上帝的话语内面的真正的意义。或者，愿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苦难内面去经历上帝所予咱的恩典。愿望咱嘛会当伫家己遭遇着苦难的迄当阵，明白上主话语内面真正意义。或者，伫基督的内面，咱做伙信靠伊，忍耐，然后倚靠伊的恩典，向前来行。咱的信仰是一条恩典的路，愿上主会当成全咱、坚固咱，也赏赐气力，互咱的生命哪来哪勇敢。咱做伙来祈祷。上主，阮伫你的面前，要搁再一届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知，当阮拄着苦难的时阵，阮时常用埋怨、用怨恨、用悲伤来面对。主，你知这是阮人的有限，总是主，你也搁再一届透过彼得伊的提醒，互阮知，
虽然阮人有有限，总是阮相信你的时阵，阮相信嘛拥有着主你所予阮的信仰，你所予阮的迄个教业的气力，帮助阮照着你的听，照着你的恩典，会当用你的眼光来面对阮生命内面的处境，来面对阮生命内面迄个无法度行落去的时阵。帮助阮伫基督内面来看待阮生命每一个时刻。愿咱的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75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奉献受辱之事教，诸位之事来施献。
咱来看周报第3面，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听这做伙读2遍。独得着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彼得前书4章13节。独得着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彼得前书4章13节。独得着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彼得前书4章13节。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家己详细看。咱来看第4面本会消息。今日感谢大专中心林家勋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多谢。下主日是玉山新人院奉献的主日吼，新人院有派尤哈尼牧师来请安，咱嘛会当准备一寡奉献吼，除了祈祷感谢以外，咱嘛会当用实际的奉献吼，咱来甲支持玉山新学院。第3点，振兴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吼，文胜兄甲万惠姐吼，因夫妇吼赠送这个花地吼，爱互咱的鱼菜共生的农场会当来使用吼。第4点，顶礼拜无真济咱有迄个礼券的发放吼，若准顶礼拜无领到的，咱等下礼拜煞会当伫柜台甲咱。即个直月的中级吼，当即个中级来领吼。第5点，咱迄个后礼拜下晡吼，大专中心要招咱即个礼拜堂厅吼来做迄个送酒吼。好，团契的消息，今仔日妇女团契有聚会吼，社青团契今仔日也有聚会吼，我甲今仔日有聚会先报告吼，妇女团契甲社青团契吼，其他的部分有诶咱会当家己看吼，我都无过一直来报告，有诶是伫后礼拜，有诶是伫拜4四海读经吼，青少年伫后礼拜吼，有礼拜后因有要去西屯做探索吼，好，主日的部分而且有就做一个强调吼，后礼拜。8点半咱主日学的学生也是老师吼，咱会当较早来吼。8点半咱伫6楼要过来收咱种的这莴苣菜吼。收了后会摕落来楼骹吼，所以恁若有较早来的兄弟咱就会当开始购买啦吼。咱可能一段时间咱种这个菜吼，伫大紧吼。所以后礼拜咱会搁办会搁预备吼。第3点，主要的第3点吼，因伫7月初8到初9，这就是拄啊好暑假的第1礼拜吼，暑假的第1礼拜拜6礼拜要伫鱼池的这个山域健康中心啦吼，这个山域神学院吼，因伫遐要有一个迄个亲子的夏令营，拢总是敢若名额敢若30个吼，所以若有要去的吼，爱紧报名吼。好，第7点，上恩团契后礼拜吼，爱参老因有迄个聚会吼。好，集体关怀大道事项吼，甲会友的动态我等下甲带大家来祈祷。其中有一个就是迄个第2点吼，简秋湾姐妹简秋湾姐妹伊迄个伫后礼拜6吼，就是过来即礼拜6吼5月27。上午9点伫迄个咱的火葬场做怀泽厅有一个追思礼拜因为个别礼拜的事宜是因后生迄边的教会来办咱兄弟咱会当去参加咱有要出车所以若有兄弟要去咱礼拜煞会当去办公厅来登记咱交通车咱会出8点8点要伫教会，拜6 8点伫教会要开车。所以咱若有想要去的兄弟，有要去甲关心，咱会当先去做登记。好，教界消息咱家己看吼。
第6页甲第7页，才有顶礼拜的报告，奉献吼，伫遮报告做领收。啊，若阵有错误的，也会当找我本人来做更正。好啊，以上报告，我来介绍一个新朋友吼。黄品珍这同学啦吼，这是亚婷的查囡仔、查囝吼，咱欢迎伊吼，欢迎伊。袂介来到咱中间，好，请坐。好啊，真久无看到玉皇兄甲当今做吼，今仔日调风长老有甲因规拢载过来吼，今仔日有来遮做礼拜第3楼吼，挥挥手，吼，真欢喜吼，真久无看吼，真久无看，望吼后日身体若较好势吼，拢会当逐礼拜来甲阮做伙来做礼拜吼。好，下面咱来，敢有其他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好，若无咱来做集体关怀的代祷吼，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知，阮人的一生拢是你所想事，阮的性命是你所想事、你所管理。阮来到世间，毋是照着阮的意思。阮当时要离开世间去到你遐，嘛毋是照阮的意思。主啊，阮人一生短短伫即个世间，正常是70岁，永壮的到80岁。总是阮嘛无拢是活即条岁数。不管安怎，阮知，阮伫即个世间有苦难，有喜乐。总是阮知，阮若坚持阮的信仰，阮伫永远的天家，遐是会当享受主你予阮永远的福乐。主，阮感谢你，予阮伫即个世间经历着阮一段的时间。阮一个月有3个姊妹受到你警调，虽然阮毋甘。总是我嘛知，凡事拢有上帝你的旨意伫即个内面。总是阮嘛知，身为亲族的因总是拢会毋甘，求主圣神亲自安慰，嘛照着阮兄姐的关心、甲代祷、甲陪伴，会当互因得到安慰。主，我嘛。为着宣会考到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阮真欢喜。阮看见你赏赐伊真好的才能，真会唱歌，互伊会当发挥着你所赏赐伊的这个才能，搁较进一步来装备伊家己。主，阮知过来的2年伫国外嘛是真辛苦，互伊虽然出外，总是嘛伫信仰上学会晓信靠天条伫主，互伊2冬的过程会当充实，嘛会当信心满满来迎接伊头前的挑战。主，我嘛为着真侪身体欠安的兄姐来代祷。阮知阮辛苦病痛拢是正常，总是阮伫病痛的中间，阮有当时阮信心会软正，阮有当时阮会埋怨，阮有当时阮会问主讲是安怎，我会去拄着即款的苦难。总是恳求主你圣神甲阮支持，互阮伫这过程中间知，这拢是主你予阮的一个试炼，互阮伫这试炼，伫这个会烧的中间，阮会当哪坚固阮的信心，对你的信心哪坚固。主，恳求你听阮的祈祷，阮将这个摆在主你的手中。
求主你亲自引带，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起立，咱来吟来，好，咱行平安礼吼，来主用主的诚心来听你。来，咱来唱一遍吼。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好，咱依原徛咧，咱来吟尾遍的诗，圣诗507首。应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应光归圣父上帝，应光圣行圣心三位一体，在地天在地地，上爱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三个来领受上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救赎、天父上帝疼痛的创造，以及圣神的相通、安慰甲引带，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灭道必会。